时代拢讲是稳的，啊，毋过到顶讲无稳，都有人会问。我讲这个是迄个语言吼，语言迄个啥呢？有当时啊吼，都人讲对人讲啦，无像讲咱遮斟酌，咱一句一句伫科考研究吼，所以有当时吼，我直接讲听了吼，失觉岔气啦。迄个在章就讲迄个果子有吼，果子伊成熟伊熟是伫个树丛顶悬吼，迄个啥熟的，毋是亲像金蕉吼，迄个啥是青青个挂起来，啊青青挂起来，啊你爱搁甲吹熟对无吼？所以较早是袂使放电土有无吼？还是放一寡其他的迄个，我所在有无？因迄个金蕉爱稳嘛才会迄个变黄安尼吼。啊你讲安那袂迄个金蕉伫树丛吼，留甲黄甲挂。因为伊爱佫卖啊，你若伫树丛等伊黄甲挂啊，佫爱运输啊，佫去到外地，迄金蕉到尾啊，佫拢迄落变迄落顶乌点啊，佫伤过熟，佫烂去，佫无人爱啊。所以金蕉一定是吼青青都爱甲挂起来，青青挂起来了后吼，爱甲吹熟。这个吹熟，咱台语叫做温吼，叫做温，讲叫做温金蕉。所以吼。迄个我即摆确定啊，班长我会讲吼，在章鱼果子呢，在章鱼在果树上就让它自然成熟的，这都唔免稳啊，伊都已经在章就成熟，所以在章鱼是无稳吼，唔是稳的。啊，若是迄个啥，唔是在章鱼，唔是在章鱼吼，唔是在章鱼，就讲它不是吼，不是在果树上成熟。这款呢，才是有稳啦，嘿，吼，所以来，我从正确的吼，我这么讲一遍吼，在章鱼确定是无稳，吼，无稳，是在章鱼，这就是迄个啥有稳，吼，有稳，吼，好，这个吼，我就安尼做一个说明。